各位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来咧》，我是钟意群阿 Q 妹。大家有看到阿 Q 妹数号拿点2万，也系嘛个冇？去热天的时节啦，当家要去日本，日本就已经当皮的，古时候也皮了就会起苗做的养颜美容的东西，比如讲像数号的薏米，大家就做的讲好可以美白啊，可以消水肿啊。古时候阿 Q 妹爱去本店的时节就会点薏米来做我的皮料，唔过大家啲也2万，其实都那么有人讲大艺人跟小艺人，其实抢有1万做的养颜美容，嘿呀，文章做的咯。故说今日节目当中就爱来同大家来分享薏米嘅知识和个故事哦。细细嘅来分享今日节目地度邀请到位来宾，来自桃园观音嘅抢眼农民，欢迎林凤德大哥分享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凤德，未做得香港的股。好，欢迎阿德哥来到节目当中，好，欢迎你。今日就邀请你同大家来分享薏米的知识。其实2万抢有一种黑，我们讲真正有养颜美容功能的薏米，从冇是这个大艺人，对不对？大艺人漳州的。做的。这个其实要问东东，你一般看到他的标的，他的名字是说小艺人，不过其实他是大麦人，对不对？他是大麦人。对。他煮起来比较软它比较小颗的感觉。像我们煮四神汤一般就是用这种大薏米了，对不对？你种来去煮下，唔会硬软。它挺的哦，对，是迄个它有口感，比较五谷杂粮那种口感的感觉。其实佢也就唔单像按用煮迄个，佢迄个大小之分无嘛该共用。其实佢也就常常还忙煮嘅时间啊，我讲看迄个没冇共用哦。冇共用。像阿德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艺人他的外表的介绍，给我讲呢同大家分享一下。一般在外面买的有分大艺人，对，跟小艺人，对，小艺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小麦，对，大麦人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红艺人，其实红艺人同白艺人啊，看起来 no boy 外表当然很明显，伊咧係粉的皮，伊咧係拍的皮，要两种红白艺人生的有嘛该冇共用？第一摸脱壳。那一张摩托壳，粉色。红艺人是它是里面还有一层薄膜。那外面卖的白艺人，他已经把那个薄膜又剥了一层。古时候，天司机当过也还看到4种相片，亲这个右下角的那个是还蛮脱壳的艺人。对，那还没脱壳的艺人，对，采收下来的艺人的。采收下来的艺人，然后晒下来，它脱了一层壳，就会变成红艺人。红艺人再老给脱一层，再脱一层，对，再给脱一层就会变成白艺人，再给晒下来，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是大麦人。对，原来迄个故事根本100全部搞清楚，本太敢看。不过也还对红艺人其实无嘛该懂术士，其实按用。薄薄做得看得到红艺人，对不对？还做得用素薄的。走的。给爱吃薄看呐，爱吃这素红爱也哈拿个也是这个直接采收下来的艺人。直接采收下来，就像按稻谷用的啦，像谷用的，对不对？对。薄开来。好，也哈拿老谷的龙红，然后给薄的这个概念。好，用树枝干。因为佢慢慢改下来哈。慢慢改。是又还硬掉，因为我还用力点。有，我剥到诶，呀哈丁雅树红嘅呀哈丁雅树红嘅黑一个红色的艺人，小的，对，粉色的，这个就是红艺人。这个就是红艺人。你如果再把它的壳再它还着膜，再剥一层，那就是白艺人，就变白色嘞。对。原来是安尼，不过薏米看起来比 no boy 一般色像煮四神汤的薏米看起来较细粒呢。对。因为我们台湾的艺人是依赖泰国进口的。古时候嘅较大粒嘅白色嘅薏米，对，係進口嘅。对，那是进口进来的。本土的的红艺人
比较少。因为一般看到有啲嘅卖红薏仁，它好像都旁边会写产地是台湾，所以红薏仁是不是很多都是台湾自己种的，台湾自家种的？哦，原来係按呢。故說呀，薄荷嘅紅色嘅薏米，聽講係吃食做得按呢色。對，你試試看埋個口味。又係硬，因為裡面係燥嘅，你咬落又該上。有堅果的香味耶。錯。從你這個是幹嘛？那個有點像那個玉米拿去泡一鍋那種香味，玄米的那種香味。因為薏仁是算雜糧，所以雜糧包括花生啊、玉米啊，然後薏仁，它都有共同的特點，就是那個味道。對，有像那個保秀跟米稀，有一點點那個味道。因為這是雜糧嘛，都是差不多的東西，味道幾乎是差不多，只是說各個的植物的特色。冇共用。不過吃到杯米還係有那個薏仁像四神湯的味道，衝上來。嗰陣我從來冇食按樣食過紅薏仁，冇食按樣直接食過。嗰陣根本呢阿弟個做得來同大家來分享，就係因為佢切架好。對呀，紅薏米，對呀，薏米非常非常嘅熟悉，非常非常嘅專業。唔過我就想來問一下，你做乜解會想愛來種呀薏米咯？因為你看按到五穀雜糧啲台灣種嘅按叫嘅薏米，相對來講其實佢冇按到嚴重。對，做乜解你會想到講愛來種呀？當初在加入小大的時候，因為現在的水稻，大家都很多人種，因為那時候想到那個太多人去種稻，因為股價會掉下來，所以如果想說插水稻下去，那麼多人去種，面積又寬，那個股價會掉，那我就想一想，跟幾個朋友聊一聊，說不然我們就來找雜糧，我們做旱的總可以。旱作，對，旱作。不要種水稻，不要種。試看看啦，然後去選，本來是剛開始是選小麥，後來小麥已經不能種了。種麥跟小麥會不能種，鳥害太嚴重了。然後後來去找改良場啊，鬼農倉，然後以親，他又買了作物來被武漢種的。親到要薏仁，因為倆薏仁跟水旱差得種。好，市場倆薏仁到底係買東西，市場係容易，佢種嘅方式幾乎奇怪，我種嘅行上奇怪。佢種埋味道冇同樣，佢長出來吸的方式，長出來你沒有去看的話，幾乎一模一樣。真的呀，解啊，係我呢邊有佢生嘅方式，對，就同我嘅同樣。但在那麼幾乎一模一樣，你看不出來。因為我在種的時候，很多人說應該種嘅東西，應該係嘛，應該用上冇，用上包熟，應該上買東西。我講你都唔對啦，但太是對嘅。跟你種體驗那個成果怎麼樣？體驗我家下取，因為旱地體驗取旱地嘛來放雪啦，上到貴下來剪種，其他用買啊。起價按用用買。天大好，其他買，買當散啊。係啊，家下。唔定容易做啊，咪改良場咪摸講啊，其他係摸索啊，然後可能摸當場寫，到底係咪？到底係草也係窩也係薏仁，分不出來啦。那時候完全分不出來，所以也沒辦法拔草。對，因為看過去全部共用。係啊，因為。了解植物來你去種過，來你地嘅係賣東西啊，係啊。唔過他還有你一車種呀薏米都可以用呀這個契作的方式來合作，因為其實契作有很多好處，一方面你做得保證收入，你種呀的田有契作呀就做得有人讓你贖走，這是它的優點嘛，對不對？但另外一方面，契作通常會要求你種嘅方式。
爱同亚的个理念要一样。对，像你去甲去做个工厂系样办。因为我在刚开始在做的时候，因为也是拜那个我一个朋友叫戚东天，佢介绍我，就该实验该施明华施总监，讲来去做看，该还系这种小马，看中了，同埋佢企要加下佢有讲啦，做咩打药？做咩打药？做咩卖化学配？然后加下系种物。药嘅化学配是种的。韩国一点，佢系讲加下种物是不准做掉，因为掉无食物。哈，掉嘅做唔得做？系。做唔得做？系，韩国做咩挑掉？唔系做唔得挑掉，哈，咁样你就会被迫同掉嘅共生的概念。错，我大摆未上啊。天外本是几多是本是几多啊？但是我拢去企业，只是安讲，还是表定好，该持有意咩？古时候也就系人讲嘅看天食饭，古时候农民有动辛苦嘅蔬菜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继续再个同大家来分享哦。好，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，我係综艺群阿權妹，一下阿權妹我來同大家來分享，誒，共生農民啦。今本嘅共生農民啦，我同大家來分享就係薏米吼。大家聽到對啊薏米當蔬食，因為四神湯底度都會食到啊。不過其實大家對啊薏米種薏米嘅一個食物完全冇認識，因為台灣頭擺根本就冇人哋嘅種，這是進口的，對不對？對，進口的。古時候其實呀，薏米的這個植物，它叫薏蟻，有冇？薏仁的薏，在一個草字頭，在一個蟻，對不對？對，那所以呢，這個薏蟻就會夾個食物，客家直接講就是薏蟻啦，薏蟻唔講哎呦同因為懂乖，唔講其實呀薏蟻同薏米呀。其實是在講不一樣的東西，對不對？但是糖出來是差唔多同樣。哎，你要就一般用辦講。咱講薏仁啊都。薏仁就是直接用薏仁去講嘅食物，對不對？薏係叫學名。學名，對。不過像這個薏仁啊，要找東西要食物嘅外觀，其實對一般人來講也是不是很認識。不過上一堂阿弟哥有同大家來分享到，其實這個薏蟻的食物嘅外表，長到跟雜草差不多。對。真的要改啊？就是啊。看起來。喺第一擺種落去，我是看到草，梗係到啲，還有散播，有直播。散播、直播，還有水田移植。水田移植，其實也3種方法就中夠誒。像看呀，天師黨講也還看到嘅呀樣片。水田直播。這個是水田直播。移播水田移播，就係講你水旱輪作的意思係按樣冇，也係講係水田先種好，加個水不用拍。這一塊地我是1期1人。1期1人。對，2期黑豆。2期黑豆。一乾一濕，所以我剛剛有講。那一早黑早哎，水種薏仁的時候是乾的，是濕的。薏仁它可乾可濕。哦，可乾可濕。對，所以我剛剛講說它可以水田移播或者是旱田直播。旱田直播就會找個田車架。直接用撒，這個叫旱田直播。不是，那撒的是旱田。那個是散播。那旱田直播跟散播差別在哪裡？因為水田移播是要育苗。哦。因為我的有用嘅嘅用嘅啦，對不對？跟水稻一樣要育苗。而且有用嘅。旱田直播是用播種機。另外一台機器去直播。用點咩？是不是？一個一個這樣子塞進去，就氣咖會種出來、生出來。啊，散播就是這樣子。對啊。這樣的就是散播。水田直播是用來你徐播孔用啊，越放越放。但是呢度冇孔用，冇係8方，呢度係4方。
哦，故说要种下烟的喂，种的种太久。这个猪一株跟一株的体里会留起来下烟的喂。哦，原来係咁呢。故說其實像咁樣，因為啲台灣頭擺當時有人啲嘅種薏米，嗰個薏米其實係啲那種環境成種，比如講嘅水啊、嘅奶啊，又係講嘅環境啊、溫度啊，太啲嘢係用辦。你一幾年就開始有台灣就有開始種呢個東西，所以嚟啲北部，你一幾年開始種，南部像。種法、宜蘭，推種大雅，嗰個南投草屯，伊等於比較等於當做種。哦。因為北部嘅天氣又寒熱。你啊。北部寒熱。南部寒熱。南部寒熱，對。你啊一人來種植，全台灣原則上常得種啊。其實所有台灣都可以種。植物只是說它的天氣的氣候變化，然後它的生產期的問題。哦，因為北部現在是一期是遇到育苗的技術，因為北部沒人會育苗。哦，故說因為像你喺這個水田移植，故說你愛請人育苗，對，然後你育苗，你再講拿個薏米嘅用嘅拿來種，係咁樣。故說你啲觀音種吃到觀音嘅環境用嘅。觀音嘅環境有適合薏米按用種咯。其實觀音嗰邊有出名是蓮花嘛，當然有蓮花籽嘛，然後有種絲瓜嘛，嗰類窩嘛，產東有名嘛，但是掠到產量冇嘛。其實掠到作物產種的，只是說。兩幾年還在試種當中嘛。唔過你試種到就是成為這個觀音農飛這個觀摩的示範區，對不對？對。你有一示範。對。就是剛剛看那個圖片啊，那個就是那一年觀摩示範區。對，原來係咁嘅。故說其實呀，薏米大家真係對佢唔係當數事，而今日難得邀請到專家，就愛來同大家來分享下薏米嘅幾個生長嘅過程。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一開始對呀鹽開始，撒下來。然後先跑不去，你啊，佢就係種子而跑，聽一種係，梗係直播嚟啦。直播，出隻店都哪幾度按樣？對，韓國撒下來。過來佢啊，下個點是抽水，準備來幼稚咧。然後提示種是佢啊成熟期。成熟期，真件要抽水期嘅相片可以嚟做沖插菜用嘅。錯啊！大概佢上到抽水期差唔多有幾個誒？哦，你難過咧。哦，嗰個2米高，可以就像那個用法瓊用，用坡啊，對不對？看起來就懂蟲，哇，真嘅呢！看呀樣片後有看到呀蟲，真嘅想到懂蟲蟲誒，難怪一般人看到你嘅田會想講，你說哪啲嘅種乜嘅東西？比如講像台灣啲種東西，就會有人講像水稻。南部一年做得有300個樹上，北部可能一年200個樹上。嘅像呀薏米喏，薏米一年做得有幾多百個樹上？2期。2期。像你自家種嘅就2期。係2期，南部咪2期。南部咪係2期。因為做埋南部咪3期，佢是提東波，提東看下做乜㗎？提山東係10月份、10月份是種下。咁個像你剛才講嘅那個，愛先本人育苗，呀育苗愛請專業跟人這樣做得來育苗，對不對？錯。哦，我說育苗一般，人做得係想講愛自家來，你有試得自家育苗過冇？有啊。有成功才也係失敗。失敗啊！唔過育苗就躺起來就呀人啊，拿去育苗按用咩就做得咧？做唔得啦，做唔得啦，用飯做唔得。冇咁簡單啊！我咪展開時，我咪拿倆只是進水跑啊，跑2-3日啊，再去賣啊，結果唔會出啦。有發現原因冇？真係原因出問題出到哪一片？嗰行我係1-2月份賣來啦，可能又係冷啦。哦，可能又係冷啦，所以發芽率冇咁高啊。
当面来讲，那是本南部，因为天气问题嘛，那你疫苗有看天气嘛，俺都还没讲呢，1、2月冲浪嘛，来北部的疫苗冇法度预防起来嘛，来3月份那是南部苗栗。哦，不能预苗栗，苗栗会有人育苗哦。有啊，中假呢。真劲哦，俺苗栗人啦。啊，苗栗安多啊。俺汉白佬唔天数拿转去育苗。好啊。对，我说你迄拿去苗栗育苗，再个拿转去观音来做。不过其实迄，你刚刚有讲到哦，它少呢个天使当中的来育苗，不过你种嘅时间差不多会几多月份呢？原则上你要给你来试都是，其实在北部是2月下旬可以种，然后我家下种係4月，差不多过后再种，又还蛮凉凉啦。哦，古说话你4月中下去，差不多几多年来做的树？是100天到120天，大概4个小时，4个月过后就做得来树诶。古说也下外面有准备一种土吼，就系呀莢诶，哈，有呀莢川。薏仁、薏米没有像是莢川的东西，我们来做一下一个比较好了。其实其他条跟外边有咩冇嘛该共用，冇共用。对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因为你那么你天如看啊，莢豆薏仁用因大概天如表，你看得是你也系买东西嘛？当然看唔出啦。莢一串一串啊，它会垂，对，它成熟时会垂。薏仁冇共用，它。长出来像开花一样的感觉。不过中马跟人薏仁啊，有的有泡色，有的有无色，有的又有强色哦。这个它的成熟期就是不一样，不一致。哦，我说有可能无色的就会较熟诶。嘿，错。哦，跟人家都很难判断嘛，个时间而来采呢。所以有眼睛目测都无共用啊，无好看，我一看落去看7成8成啊，垂下来就吃到差不多都得嘞。薏仁下冇可能，你条件下成熟点会跌下落呀，你底下冇成熟啊，就冇办法，只能用经验来判断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经验来取，到底系哪个阶段就得收。对，不错，来家下收家下，结果都有推风的。哦，本来可以收8成嘛，得到那下得2成啊。哇，古时候其实也真经爱看经验哦。刚才有看到一段样片，是那个收割机在割这个薏米的画面。古时候那个割稻子的收割机同割薏米的收割机是共用的吗？冇共用。哦，冇共用哦，因为我看过现在起都差不多共用。当然啊，看到共用啊。机器不一样哦。机器不一样啊。所以薏米要有自己它专业的收割的车子。对。哈，原来呢，我从来忙地也看事情呢。你去看过？哦。因为了解东西动上已经看过。对。其实你经验在不做不苦法，慢慢在有经看到啊。真嘅，今日吼，本太家所谓长知识，就会从今日嘅节目的内容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还有很多的东西要同大家来分享哦。好，我想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，我係综艺圈阿權妹，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吼薏米呀，薏米唔但搶啲台灣吼，人做得買到呀早的這個薏米，其實台灣自家也還沒有人啲嘅種這個薏仁本身也就出乎很多意義。今日節目當中，已經同大家來小結動到誒，不過今日有請到嘅小農，我們的阿德哥吼，你自家種嘅方式因為是契作，故說你冇辦法用化學嘅皮料。故說你自家來煨皮嘅話，我當初我哋像薏仁按用嘅植物嘅煨皮，我用用版嘅皮，它需要很多的皮料麼？不用，也不用。哦，因為五谷雜糧的東西，故說佢照顧下來，佢嘅皮唔是東多。唔是。不過
头拿通嘅係全台灣應該所有嘅農作物、農產品都會有偏開啊、蟲開啊，然後用嘅時候，你鳥害竟然冇辦法防嘅，你用咗唔得偷掉嘅，用咗唔得作掉嘅，韓國用咗唔得병藥嘅，應該用辦哦。你要去到種子下手。種子哦，改個引開始哦。因為我們在吃的這個期間，那個時間我們比較長，因為我們從種子到成長的時間長，我們可以從種子下手，可以先消毒。種子要消毒。對，不管怎麼樣，種子一定要消毒，不然它有黑腐病。黑腐病。對。哦，故說黑速度亞種嘅病，你講嘅黑腐病亞種病，通講反而係按到黑水病，係講速度亞用嘅病，人嘅農作物會用嘅，它會變成怎麼樣？就這個籽，這個籽就剝開來，剛剛是剝開來是紅色的，紅色對不對？對。它裡面全就是黑色的粉，整顆哦。故說會腐體。對。真的要改啊？這麼可怕！一株裡面好像不止那一顆，好像4、5顆都是。故說黑講你抽到這個黑水病，你幾條就都唔得用誒。對，那時候我種子沒有消毒，才會得到這個病。如果種子有消毒就不會。用消毒噴酒精？不是，因為他在泡種子的時候就有殺那個菌。哦，我以前不用手套嘅消毒劑，消毒劑就本意它唔會長這種黑水病，一定不會長嗎？有消毒就一定不會長嗎？一定不會長，就一定不會長了。結果黑講你真嘅冇手套到抽到呀，這個黑水病嘅話，那就整塊就放棄了，整塊地，那連收都不能收啊，因為佢會車到損通係冇？因為我沒有在消毒的時候，我在種的時候，不可能是這一顆有啊，它會不一定的成長出來。故說你冇辦法講，你全部數好了，你這樣一粒一粒拿去偷，你也不可能這樣子。對。故說你種出規片的全部就冇誒。故說也係對藝人來講，動態嘅一種偏害。哦，嘅蟲嘅喏，我有冬陰蟲嘅蟲害。蟲，因為你在輪作的時候，病蟲害比較沒那麼多。因為你講你係水旱輪作，對，水旱輪作嘅優點係啲哪片？專門嘅水旱輪作嘅蟲嘅會下少。一期水，它會把你那一期的水的植物的病蟲害，到下一期的病蟲害會殺掉，一乾一濕。啊，因為水有水嘅蟲誒，沼嘅天內有沼嘅蟲誒，迄個你沼嘅天內不用水淹過去過後，嗰條蟲誒可能就死脫咧。那個病菌都不見了。啊，迄個滴水滴到嘅蟲誒，你水不用太沼誒，啊滴水滴到嘅蟲誒又死脫咧。故說水旱輪作對於作物來講，算是一個預防병蟲害嘅一種方法。對，連輪作的方法好處就是說，你在輪作第一次第一個就是病蟲害比較少，第二個就是它的肥分、養分，因為你在第一次種的時候，它肥料重跟輕在差，因為每塊地土質的酸鹼度、肥分完全不一樣。對，哇！真嘅呀，就亞部分就既然動專業了，不過其實像樣五穀雜糧啊，大家就會想講，五穀雜糧有一種很可怕的致癌的毒素，叫做黃曲毒素。伊咪咩會有黃曲毒素？咩會有？佢按用㗎散哦。你啊，沒法如何處理？哈，但是可以預防。你像像愛切長塊一種解營養，還有收起來。好，還有配，又解下係冇配固料配，是得用曬。哦，這叫用曬嘅。曬，還有水分劑量，起來照度，又乾燥度降幾度，結果量差不多個，結果片落來邊邊，收好咯，片落來邊邊。我上落來照咧嘛，結果講熟後就好誒。結果在本撇沙，在本個製作商佢。再落去帶埋來，啊！這個應該藝人有該防治毒素呢？
你去给它测湿度是可以的，对。不过你冰了一下，本人输进去，精准的检测之后，发现有黄曲毒素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来冰才会贵感染。骨素可能是因为它会回潮啊，所以本来是，比如说本来是5度，对，本来是11度，11度的湿度，我本来晒到11度的温度，好，然后放了它会回潮，因为你在晒干之后，你要赶快送去，直接进冷藏库。11度感觉已经冻糟的呢，因为像一般嘅米啊、那无的啊，差不多干燥到15度以下就可以了吧？14度，14度，对，14度、15度以下，其实就会做得给这个范围了。不过你刚刚讲你干燥到11度这个程度，我说表示讲佢已经冻糟的，但是因为佢不用室温，没有变凶。它这个跟稻子不一样，因为稻子回潮比较慢，它这个回潮比较快。古时候你给一批本人验到有黄曲毒素嘅，就直接作废，报销，因为这个没办法，不能用，因为这个在市面上对黄曲毒素没办法，对。哇，古时候其實你看農民真件當辛苦，總嘅時節係講愛用呀下健康嘅方式、友善環境嘅方式來種，愛當辛苦，有種唔得做掉嘅，有種唔得挑掉嘅，有種唔得用化學肥料、化學農藥，全部就做唔得。韓國呀，當我簡單種出來嘅東西，你會好好攞去保存，愛變上，又會攞去配照，係冇嘅話又會有黃曲毒素。古時候其實我知道台灣等等農民全部就當用心經營自家嘅品牌、自家嘅農產品，像阿弟講嘅咁樣，古時候今日咩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自家台灣菜地按用嘅薏米，我哋哪一片漲買也多。我這幾年的量割起來，我都沒有賣。就像剛剛講的，就是契作嘛，對，契作我直接交給這一家喜苑啊，就都得來買。對，然後交給你們要買的話，你哋賣倆紅薏仁的話，哦是千幾兩元。目前有農肥，有到農肥油，有到農肥冇買。有的有張油哦，不是全部都有哦。我來是啲係喜苑行有賣，我來20農會有賣，那個主婦聯盟，但是主婦聯盟一般嘅賣唔到，有幾個會員。哇！古時候其實咩冇乜嘅好買，唔講迄家是講有買到嘅話，你讓它已經有一點這個應該是有抽真空了。對，那是真空包裝。真空包裝了，像要真空包裝嘅薏米，種豆腐卡做定用嘅來保水，因為就像你講嘅，二邊變熊冇可能會有黃曲毒素，沒有，對不對？它這個乾的真空包裝就不會了。對，真空包裝就不會。哦。但是你打開來的時候，打開來有拿出來一點吃的話，再把封回去，再回冷藏庫。就二邊都變熊嘞。黑講還蠻可以，就都得放室溫。對，室溫，因為它把真空抽掉。可以，但是不能放過1個月。哈，古種還可以，還邊都變熊。現在這個就不行。這個就在室溫不能放超過1個月了。古種還可以，就會落去邊變熊，給變熊以後，結久以內要落去實體。就看你們自己啊，你們吃多吃少的，有些人吃一點點，可能吃個3、4個月。古時候不用變熊以後就冇相關嘞。哦，原來係按呢。古時候其實你看阿弟講，分享按到薏米嘅知識，除咗因為其實佢亞一幫嘅非常嘅無限，因為9月28號就係我們的桃園農博又要來開始誒，農業博覽會1年1度吼，太事情啊，對不對？其實你前年有做一個這個彩繪稻田這個一個投入，其實呀都冇簡單的，呀他太家做的看到樣片，這是阿弟講你去家做的。冇啦，同東人向下合作，你東人來幫忙種來了。哇，這個是還空拍耶，把它拍出來。對，而做呀這個稻田的造型的這個不容易。都冇慳咧，先前工作怪手落去，先今天又會打天，又表水，又被配，然後又會規劃去發一條線，發一條線，應該會去時間咧。古時候你呀，其實都無限，每啲嘅無限經驗嘅農博。錯啊，經驗有隻農博啊，經驗有
又是才会稻田，也是才会稻田。古时候没黑懂毛汗，毛汗2礼拜可以是产动毛汗啊。撼动毛汗，不过还係來到福氣來同大家來分享更多事情，對不對？古時候今日也謝謝阿德哥同大家來分享藝迷暗用嘅知識，因為一般對人來講，藝人真的是一個實個唔低級上當用百姓。什麼阿德哥哦，謝謝。咩什麼各位觀眾朋友嘅時間休息一下，共下來做運動哦。